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的当选人拜登，伊的政权高阶团队来宣布，将由资深的外交官康贝尔来担任着北京国家安全会议所新设的印太事务的协调官，主管着亚洲的事务。过去康贝尔甲台湾的关系正面切入。总统蔡英文2016年当选了后，伊捌伫当年4月访问台湾，拜会着蔡总统。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讲，康贝尔有远见、有实务的经验，正期待未来该合作。Position on any of the territorial claims. 甲台湾互动真密切的美国前亚太助卿康贝尔要做拜登政府印太事务的协调官，负责亚洲的事务。驻美代表萧美琴伫推特顶面写讲，康贝尔远见甲实务经验拢有，期待未来甲合作。而家立委嘛真看好。未来他对于这个区域非常了解，跟台湾的这个重要的关系有很多深切的互动，尤其跟我们萧大使之间有很多个人的私交。对中国比较鹰派的一个人物，那他其实在过去这段期间也都多次提到说，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策应该要改变，那应该要更强硬。康贝尔伫克林顿政府时代做国防部亚太副助理部长，捌公开俄罗李登辉总统为了恢复两岸对话所做的努力。伫奥巴马政府时期做亚太助卿，2015年蔡英文当选总统前访问美国，伊是演说活动的主持人。2016年蔡总统当选后嘛捌访问台湾，顶个月时程出席伫台北举行的2020台美日印太安全对话，伊强调讲，无了解台湾重要性时代已经过去啊。必须放在整个团队来看，那这也代表拜登政府对未来的美国对外政策、对外关系，乃至于对台关系，应该都会有一些新的调整。就看康贝尔上台了后，拜登政府敢会延续川普的政策，强化台美的合作，遵守对台湾的承诺。